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即摆有真侪少年家真骨力，要将咱的台湾话尽量传予下底啊，教予咱遮幼囡仔。是讲有真侪老辈咧讲的件事，咱即摆若学无着捡无起来，就真拍算。啊，要去倒位捡？来解文说理捡，无啦。国政啊，毋是讲咧甲你讨人情啦，我是讲我真认真。去到咱外口面，看人传统戏剧、戏台顶，小生出台，讲迄个口碑，自表身世，讲迄个过程，有当着啊吼。咱即摆少年家，较罕得咧讲的元素咧，小人家庭落保，上京考教连搬船路费都无，家庭落保的落保，就是讲落魄，就是讲艰难。困苦清寒。较早日本人来到台湾编《大日大词典》这本台语词典，我哪有记载这句词，表示当时老辈普遍拢有咧讲啊。尤其若本地较好过，煞哪来哪流尾，目睭拍开，美颜空空，三餐难度，讲落保就有下。啊，小人虽然家庭落保，不过生活清苦。哇，这句清苦。原来是老辈普遍有咧讲的话，清白快乐就是讲到这清苦。国政啊讲来到遮真侪爸啊姆你可能想着讲会对呢。阮迄阵吼，原来较早某咪人号名叫做清苦呢，对，因为确实这句话定然的真普遍，毋是讲干那当作形容词，讲日常生活。国政头拄仔咧讲的，过了清白快乐，无共占，无共念，无共欠，真侪人号名原来号做清苦啊。你像讲咱。台湾大学彭明敏教授因老爸，就是叫做彭清苦。啊，讲因为我家庭落保，生活清苦，要紧的责任你都唔通甲我交代，我唔敢甲你担领。担领，这我那老爸咧讲的件事，有一句俗语话，加减即马也搁大家捌听到，讲甘愿共担领一条米，唔愿共担领一个囡仔屁。算唔知讲我印你，看要一斗一少的米，是教我教你。阁无教你啦，情理人靠家己疼，我家己互你讲尻川，但是担领一个囡仔屁，我唔敢。讲来到遮朋友你就知，担领就是啥，就是承担，就是负责。今日所讲这拢老辈咧讲的台语的元素，咱互相来探讨研究，甲捡转来，互咱的台语愈精彩、愈内涵、愈丰富。感谢。